自身颜色茫茫黑暗之中，恐惧揭发。他说有一段烛光亮起，你以为是什么鬼神？告诉我，你以为是什么鬼神？深情暖暖在。
法官宝啊，法官宝，难道我李宗江真的要与你告别了吗？已经我相伴3日，不是我李宗江与你相伴30多年了。这军校，将生生55岁，正当年，真是司法改革苦深道。真考很难通过，条条刑法记不牢，更愿我生这话，一本正经没开导，死生心里先佛过。他这个特下这本法官越心越想越烦恼，结结小才难消。爸，你又在喝闷酒啦？哼，你这个大鸡仔呀，天天早出晚归，老爸我出门都是喝闷酒了。什么大鸡仔？这个鸡仔我不想管了。好，跟你老爸一样，退居二线。爸，沈家办着呢。哟，工作不到5年，就拿了2个新闻大奖，你要烦呐！老爸我就不问喽。可是我们单位不看业绩，紧急评测证考的是论资800。论资800好啊！只要你好好我在耐心等待，终于轮到的那一天。那我们年轻人还有什么盼头？牧羊工打发辰光，大得等着一年老死吧。很正常嘛。你老爸我就是这样一年8代打过来的，你呀8代。所以嘛，我还真是佩服你那个学生周斌哇，有眼光有魄力，管下刀子为年轻法官开头脑。好了，什么眼光啊魄力啊，他这是异想天开。对，啥不是异想天开，人类就不会有进步啦啊！你怎么跟对面王一股腔的？老爸，这说明你呀，老了，这丫的，你在讲？我看你，老爸，电话。喂，什么事？
你是什么？怎么了？老爸，这笔娃，啊，这笔娃他去世了。丫头，玩笑开大了啊！老爸，他真的去世了。保罗来电话，叫我抓紧采访他的生命事迹。不可能，不可能！他才47岁，不加3级运动员的身体，怎么可能？你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喂，好，我是。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怎么都在通话呢？这怎么可能？老爸，昨天我还与他当面争吵，他还好好的。老爸，你不能纵使他，不仅是我告诉你，我是他法院的代价，老师我可以怨他，老子绝不允许你。他天天让你生气，使你他去了。滚！莫名从城门夜风轻拂对吧？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啊？我
我这边话，赵金花白书三言陈伯伯，到时今上方夫人人间怕。我夜深钓鱼村中戏台桥，众生团聚与唱，心机究竟谁无测？心当我再来演唱看唱。冤枉啊！冤枉！冤枉！娘，你枉死3年，我是年年高堂堂堂白素啊！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我那可怜的老娘啊！你爱问我到8日天，3日开怀谁到老子去，我去城上这边一把火，传教我母女同离分，都是儿子永远不忍欺负谁呀，两不明女子是何奴动太欢生，是何奴动太欢生啊，老冤啊！一句话忙点心，贪欢人真空天路，把虎贼引。官司做不赢，越是越好，我恨不平。大天路上不来，英雄出了恨心一生。当越怕昂昂旁听，我拼死劳命，决意上方到不听。但见眼前多开离，到我公自救生，因万重重遭埋下，迢迢千里诉远近。不在其意了错。我用力敲响，可怜啊，笨冤枉啊！哎，啥人啊？啊，啥人侬？大妈，是我，侬啥人？是我。你喊我吓死人个呢！大妈，我听说大妈要去北京上访。上访？对呀。我上访，关你什么事啊？大妈，我是想，哎呦，大妈，我是想问你，可知道去北京上访的部门、上访的地址、上访的接待时间、上访的……我晓得了，侬是律师。律师？
烈士，说得好听，钞票老好，不管私意。大妈，那这样吧，我可以与你签一份协议，你这是上访不成功，我1分钞票不收。啥？天地哦，还有这好的事体？大妈，大妈。抱不平稳中西上方，我知你母女老来相依帮笑，我过来天人香，我知你是从母亲贪欢风黑星星博士10年上，我知你少年下岗多情定生，我困穷从不讲，我知你为替母亲了病痛，为母积蓄一情啊！你为他随尽储备万亩，你为他费尽杯子晒太阳，你为他姐妹来演戏，你为他无比差生滚下场，想不到一场大祸母亲真看见老人家烧焦的身体穿上我深深娘亲可断肠，此情此景我永难忘。你一生善良无辜爱我，你一生默念的人生。为什么老天如此惩罚你？问问少时在上啊上，3年来我睁眼见你叫太阳，闭目分你真着呼救在湖中啊呀！都怪我一日离你去啊！生死比与娘亲，一句话儿也没说了，到自己教会什么？
年的高堂，年的白素，我要上访，我一定要到父亲去上访。大妈，好好，我要到父亲去上访。你先坐下。我要上访。你先坐下，先坐下吧。我要去父亲上访。大妈，不要哭。大妈，我们先要商量好，你上访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对，目的明确，才能获得最大成功。哦，来，你讲，我先。啊？第一，要他们还你母亲命来。您都已经死了，哪里还能够还命嘛？那要他们找出防护真凶，以命偿命。都，我是自己烧起来的了。他妈，那你起诉物业公司，一再高涨，就为了什么？这房子都归物业公司管，我不告他们，告谁呀？房子烧了，老娘代为付出公公，连我都无家可归了。家可归？周院长，哎呀，周院长，哎呀，对不起，哎呀，我们来晚了。周院，老李，周院长，我说邵大妈呀，跟你讲过多少次了？房子起火是用电不慎，跟物业公司没有关系嘛。哎呦，我真的要求你了。慢慢来，大妈，只要你不再上访，我们街道补贴你2000元，物业公司也补贴你2000元。好啊，杨夫人，李法官，还有你，今早是个院长。你们3个人串通起来，来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大妈，老子你就说这不进当房，我是气定了！哎呦，大妈，大妈，大妈，冤枉啊！大妈，大妈，你让他去！我才不相信，法院终审一纸铁案，难道还有他翻了不成？哎呀，快点快点，大官你欺负老百姓啊！大官你欺负老百姓啊！大官你欺负老百姓啊！大妈，你喊我帮你敲，只要能捍卫你母亲，只要能敲赢这场官司，我陪你一路敲到北京。你们3个是看着我的。大妈，你有母亲，我也有母亲，这是我的母亲遭此灾难，我也会像你一样痛心的大妈。岂不是父母养来父母生，将心比心同寒心，孝敬母亲10年跟他的我，盼望你健康温柔光阴，他是这桥大能安他心，我帮你一路这桥到北京。他已摆起了花盆盆，大家路难听难听，叫声老李杨子人。
这房子可能是神，看着一片狼藉，可曾三元团地换归西，下笔文英总推风，此望山南这是神，累积过了的潇洒，赵妈妈再次送三年生，接到神界的主王，劝他过去他不肯，为什么因我去做工？他是尊敬刘公伯亲，办法皆相近，心中曾多平，上里他不曾这人伤脑筋。当务之急心绪长，接到那人去中计，你看这天仙老花真应当，端路起风是非应。你是神。哎呀，对呀，天仙老花最更新，天地公司有责任，派人上门去看风，测试虚房，一给一。只要你的公子可大人，接到这副是如今，一定要和你来信顺，赵妈妈是心忙，再与他开启心情人意思心。我是啥？喏，这边。听着那一句句暖心话，看着那铺房渐渐成心家，总以为有钱就有理，法力苦妈妈，总以为有权就有势，国法也不总以为紫金当官不怕，百姓拼命扛，谁怕这世上好过一杯花光泪啊！怪我愿问自主他老里老里修人苦武汉一声老娘，哎呀老娘啊，落泪啊想老娘娘，
你看见了，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好人多啊！你就安心走吧。请你告诉法庭，当时你在什么地方？我一个人在衡山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我有必要告诉你这种的事吗？那么，那在电影院里人多吗？法官，这位律师书记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请律师抓紧时间，不要提一些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法官，我就是要证明被告当时没有看电影，他就在现场。时间有限，请这才是证据而不是推理。现在休庭。嗨，被告负来，法官讲是这做律师的真是到了8辈子的他没了。他在一生真无奈，张进军送你的是上回，不当我法庭上对人不慷慨，法庭下才愿滚滚来，有谁知调查起真高端菜，为生说一对的多狼狈，历史这行本一定偏来不理解哦。
13里外大雪而平，莫忘夫妻与三载。一月为公家贫困，昨天已是辛苦哎，我有心写中送他生元寿，不当孩子那负担，真乃此案不嫌离，就一个奶奶我也要离婚，只想妹。哦，李法官，哎，你怎么又来了？我只跟你讲过多少遍了，这案子我们还在研究中。李法官，医生才知必须马上起来，不然我不过1个月，我的手术费只要预付30万。 30万，小妹为公求情告冤，全部的这笔巨款就指望变卖小妹父亲的房子。他父亲已经失踪3年，所以才要告他父亲啊！张律师，你应该知道，林小梅的父亲是他的唯一法定监护人，可他父亲早就遗弃他了。可在法律上没有法定监护人，林小梅这个案件就不能立案。我知道，按照法律程序，先撤销他父亲监护人资格，再指定其他监护人。可小妹等不及了，我的李法官，救命要紧啊！救命也要遵循法律程序。你怎么这叫冷酷无情？你少说喷风凉话，你不是为了当赢这案子，好度过名利双收吗？胡说！你再光说一遍，好，算我没有杀。你我当真了你啊！你叫我娘听你，我当真。你就我道歉，放水，你就我道歉，放水，你就我道歉。法官，我连死经济，我来做裁判。这样子，你们法院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又负伤了你。张律师，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商议过多次，正准备召集各方专家研讨对策，为尽快进行答复。这样子，你想尊重律师，专门设置了律师阅卷室，手教的律师服务平台，网上联网，网上办理，网上沟通，网上评价，介绍律师在各个方向奔波，我们都非常敬重你。可我更希望法官接人所见，这样子，林小妹的生命只有1个月了。1个月？张律师，小妹她好美，小妹她怎么了呀？崔大爷，你慢慢说。我刚杀好晚饭，她成就不见了。那我留下这张资料，你快。亲爱的外公，小妹像妈妈了。小妹不想再拖累你，外公你一定要保重啊！小妹，孩子要他死，快去招城啊！组里有方都照顾了呀。崔大爷，你再仔细想想，小妹她可能得罪什么？她得罪最喜欢的患病啊！小妹她最喜欢溜冰，自从生病后，那双鞋就一直放在床头，现在人不见了，儿子也不见了。她去溜冰了？快了！溜冰一趟水道，只要引发出血，孩子就没救了。你看我这老的，我还有什么我的？张律师，先送崔大爷回家。好，老李，你去警所联系赵生，我去街道，请他们帮忙一起进找。好。又落雨呀，这样子，我还是同你们一起去找小妹吧。好，
你们去附近可以溜飞的地方寻找，我去也要。好，分头寻找，分头寻找。小妹，林小妹，小妹，林小妹，小妹。莫回京，爸爸请我三年整，爸爸呀，女儿恨你将在梦人间不空心机虚幻情，气氛遥远不分情，小妹。
周叔叔，周叔叔，小妹，周叔叔，小妹，你身体不好，叔叔送你回家。周叔叔，小妹只想好好的留一位兵。好，等你病好了，叔叔陪你一起留病。不，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可是小妹心里明白。小妹私语一月里在保证见外公受苦累哩，我不愿定定微微等到我不愿哭哭啼啼聚连理，我不愿凄凄惨惨随煎熬，我情愿早街头去见娘亲。小妹，看剧说说神仙娘小妹痛痛快快在平淡好，小妹如此坚强，叔叔我就听你的。小妹，叔叔我啊，曾经是国家3级运动员，什么篮球、跑步、游泳，还有溜冰。啊，叔叔，你也喜欢溜冰？看见你溜冰，我2只脚也痒了。怎么样？借我一只旱冰啊吧？你是说带我一起上登楼啊？对呀。太好了，我做梦都想要上登楼啊，就是没人带我。小妹，来，叔叔，那。早起路。
好久没有啊，生疏了，生疏了。叔叔，你不要骗我了。刚起步，我就知道你不会，你是在可怜我。不，小妹，叔叔我是想让你开心。用你的痛来让我开心吗？如果能用自己的痛叔叔来让别人开心，那就没有不同啊。没有不同。如果用人家的痛来让自己开心，你会真开心吗？叔叔，小贝，你读过李商隐的诗吗？读过。沉沦道士此方尽，垃圾怎会来自光？那小妹可知道那句神会之痛吗？那句怎会之痛？小妹，来坐下。两夫妇方生意，恰是万江的大陈慧卿，陈慧卿，谁知他层层煎熬红难生，谁怜他点点浊泪吞终生，谁记得过往经历顺境多少根，谁理为他生痛与生送光明。叔叔，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小妹，小妹呀，疼痛的问心，疼痛为他人，疼痛生关心，疼痛见真心，见真心。叔叔不管要救你，理由是你修是身，只盼望你外公能言罪，你同岳父来临，你老师的传位，你妈妈在天也闻名，你本陪你溜冰飞云自
公来了。是啊，你有子，你叫外公怎么有脸去见你娘啊？外公，小妹啊！外公是小妹不好，是小妹不好。谢大爷，小妹身体不好，需要好好休息。杨夫人，你送他们先回家吧。好，小妹，来，我们回家吧啊！来，走，小妹，走吧，走，小妹，走，小妹，哎呀，小妹，小妹，快点，来，好，小妹，醒醒，小妹，醒醒，小妹。谁逼我啊？为什么他总是不懂听梦想？为什么他总能记起我许门上？为什么他总让我隐隐羞赧？为什么他总是我句相望？是不是的团聚名不下的采访，我定要追根到底去真相。是什么让他生意这样明亮？这笔话听说他喜爱摄影、娃娃、私粉，更拿手的是叫他弹唱。当你老了，也是这笔话的爱妻，当黑林最喜爱的一首歌。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路过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他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
王，你走了，可我总觉得你还在我的身边。
你又在叨叨我什么呢？我叨叨，你听见啦？我在书房的人觉得耳朵奇痒，就知道你在叨叨我了。哦，怎么样？你呀，想掏耳朵就合适。哎，老夫老妻，老毛病了嘛。呀，你终于拔头发了啊！我来替你拔掉。拔一根要长10根，长10根就80根。哎呦，拔10根要长100根，拔100根要长1000根。哦，侬想把我拔成脱队呀？你呀，万岁跟包大师一样比。哎，要不是比，我真为10年的发言，我又怎么会千里迢迢随你来上？嘿，啊，大师，你可是优秀生，我是有名的皮大王，只好远远地看着你。那你万官邀请我去看电影，制定远期目标，付之经济行动，是本人一贯风格嘛。一晃20多年了，好像就在眼前。记得那天我们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哎呦，哎呦，年夜风轻轻了心外涌动爱意了你的美款家境我昂须看回望妹儿随风随四点几嗓子到心灵伤他那子莫名的脸发烧莫名的心儿跳莫名的泪涌莫名的面茫爱回头看艳阳默默情风中泪冒坚强从此你凝思深相仰我与你愿定一生谁拿爹娃，海玲，明天再陪我去看场电影吧。好，等忙过这段时间，我每天为你看一场。司法改革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有必要事事都冲在前头吗？海玲，原儿子改革涉及一批法官切身利益，生活机制改革逼着法官对他诉讼案件终身负责。
众目睽睽，流言纷纷，就连你那代教老师李仲祥也怨声不断。是这些吗？啊，你万言不归纳。好，你听上。团入正经，哗众取宠，不顾颜色，得逞是我，无情无义，正强风的绝无好下场。万一生要向中央去举报我没有想到你听说了这么多，知道了这么多，却也是默默地相信我，背上我，支撑上我，从不埋怨，从无非议，从不失上人断。我是真怕你担心啊，这也是不相识，不认识，也不关事。今日夫人之词，使我嘴边话一生之言啊，海令。你我独身越发离，婚姻上有心自问胸中子，发婚书证有参差，有生一叹少几子，身冠全应地分明，春醉酒难成子，一发四过要这死这种种弊端当去子，引起中央也不是上海四个领先子，叫你分析才数据即便讨论的句子，既把不许不明这语言中文人一套套方案不出子，此刻谁分离，你我自卑，多什么数，有什么话，或者还不是你死了，你终于死出来了，别忘。我真怕你一直压在心里，有梦生谁呀？大
起我的好夫人啊！难放弃，可记得才要无量上团草，心怀激荡生自己。谁呀？我李忠祥。这么晚了，他？我的这位老师，终究还是内不是啊！我去开门。啊，别慌。你先睡吧。不要等得太晚。好。当你老了，头发白了，别慌。睡意别慌。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别慌。路过旁沙堆，怎了？你真的走了？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以我真心。别慌。只有一个
你的歌声中深深睡去，多想陪着你一起慢慢老去，多想与你一起走回到这股今生最最来生故里，深深了，没有下一句话，这也挂在天就变的一心内。黑灵精，是我不好，我不该逼你去为一次的我。他总是急急忙忙地往前走，我想跟上，可总也跟不上。也许他就是因为丧生罪，而我真是一个把生这的话是因为丧生罪。去找他，谁不让我做法官，我就与他。22岁转业进了法，考试我拿到了他专本并做了一名法官，这是我这一生最深的嗜好的真理想。那天，但是我将主佛神法官娘也下至后帽山上，他是我带教过的有生，就是司法改革的领头。我不找他，找谁呀？
老李，这么晚了，还没歇息？休息？是啊，在你眼中，我们这些老家伙该休息了。老李，你请说。我来问你，这次是该搞院子，要过10道考核程序。对，像我这样的老法官也要参加考试。不错。和那些年轻的处理审判员说成一个考场里考一样的题目，一视同仁。那你就干脆让我直接下岗好了。老李，这次考啊，你不要解释，不要解释，你心里很清楚，像我这样没有经过正规打教，又是半路出家的老法官，一定会被淘汰的。老李，改革方案都有突然安排，你这是通不过考试，可以转岗代教青年法官。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谁不知道搞所谓的院子，就是为了缩减编制嘛？你为了自己的政绩，真想把事情做些嘛？老李啊，比如啊。汉字做的神经，你有谁去推给好？我将前程的召回，爱发怒心愿的比我是你有生悲，在于处苦自身，我定当尽心听教诲。心上这个道歉，能自大概是常规，你何必花样不成色当年，将老人与领导接得你认真是把起继续配应征，你人愿这位法官难作为，编个言上多艰巨，盼望你立即保佑听令一如退。我本身尽力必用退，到老还要被刷下来，以我为你做的配事，你太多难作为。那是说去比试院万丈尽量配因为你站着说话不要痛，可是他人境况前一发儿童先生利益相关，我理解多少骂子你可听见，正非还故事上配，领导让你口子小，一时不美总为客，你为政绩抛弃以情义何须多表白，曾经当选过，他绝不能给算你与人呢，关就关担任，你太恨我不会，你太恨我不会，高此公公同安。海丽，老李，听我去草菊花马，恭敬两位，恭敬两
今刻来是望见了，这句话打动隔壁旁，心想本身为啥？有一是满庭星座人家乡，一话是碰雨水心，是一想，三地冲泡在天坑，寂寞要忙和见堂上一杯茶，送亲两群啊，我不给，句句深深的痛陪我从上过一生劳力，我的好事干，心中已红了金眶。这笔话十分甜，拼成三乡，家亲邻恰也曾经他抱翠滚烫，问弟子考不到，终于上榜。娘的叮嘱细细做一个好法官，莫为天亮。过他比来上海，出京把远近忙，思念在家我上情郎相遇真兄长，这难忘自古相对人情爱，这难忘把梨花归你心心香，这难忘为司法确认同交流，这难忘一本可醉你为披上老师这听进门的声音，点点滴我永难忘。
你知我分大事哟你知我临江退休健康生病也难抗拒他才寄托我心凉情真记我悔我是傲是心是做生命的法国他言字铿锵生梦乡不修成言中言心内有真相劝话里穷偏有词他就一心难培养我是皇下的鸟心将木匠和骨刚谁真是给求真诚我与贼将必不长老李，在你心里，我是一个不讲信义的忘恩负义之辈，对吗？这在你眼中，我是一个贪图权力的政客，对吗？事到如今，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此恩这种从不过是给大家信你这生胜不过我这句正直之心，我须是要在世界成功之年纪，我须是要去使得正道之明天。为此，不屑于人，不记得神，不怕过，不为担当，不惧为报，不须动心，坎坷也罢，颠簸也罢，无解也罢，失败
也罢，我也把我活着的每一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脚踏实地努力前行，鞠躬尽瘁，死啊！哎。我嘴上讲啊，其实我心里总觉得女娃已死的是此决心，佩服可佩。佩服可佩。别忘，你何不寄他这一封信？写信？写信时，你为人性；看信时，他为人性。有些话当面不好讲，在信中却可以面面俱到，信托终生。好，我写，我这就写。情深深，
这世上没有生命能永恒，没有生生苦苦生死相交，本断三观，应世间多不准，谁珍惜人生一生，谁管谁心的心一痛，谁知道前方之路标，谁负生先温暖与良这条路从没有平坦，这条路送来千把转。改革使命不永稳，经营路上一遇浑身败何足论，功过等眼坤。那风传经方过一生养一心，不去有恨，终身养一片思娘天地宽。但等那疾风举辛苦，比中华精明光荣璀璨，我皮肤自身事业温顺，事业温顺。当年到死生烟在茫茫黑暗之中，恐惧揭发。他说有一段烛光亮起，你以为是什么关系？告诉我，你以为是什么关系？
天。